最近这几档医疗科技是真发展，全球主通性的攻击的事件嘛愈来愈多。法务部调查局昨昏就和中华基督教病院签署国家主通安全联防，也有参证据分享的合作备忘录，要强化医疗资讯的重要资料，避免被骇客攻击。 中华基督教病院总院长陈木宽参法务部调查局中华县调查站主任齐国正共同签署合作备忘录，启动治安联防机制，预防病院正做骇客攻击的受害者。病院是维护咱台湾民众健康上重要的一个机构，所以一旦来是去一寡人士来破坏咱个资料，还是骇客来底个入侵。 这会造成咱民众真大的一寡危害。这几档因为医疗科技发达，有济病人的资料、医疗的技术交流、设备等等，拢会透过网络来执行。调查局表示，这个重要资料就是骇客攻击的目标。2020年，美国有一份报告哈，就是说在骇客入侵攻击的这个单位里面呢，医疗院所是占1/4。 那以国内的3军总医院来讲，它1年被攻击的次数达到1亿次，因为它不断的会测试。当你防护力比较弱的时候，就像我们的身体，这个免疫力下降，病毒就入侵。所以我们要提升我们治安的防护能力是非常重要的。调查局表示，骇客攻击参假信息的传播，会透过网络各种的空隙来进行。目前除了参医疗院所签约，某甲金融业者、公共运输公司、媒体、企业签订合作备忘录，希望透过专业的治安系统，强化公司部门网络安全的防护力。记者杨淑静综合报道。